看过感心的新闻，出来过来关心内阁的变动。新内阁公开今日行政院会以后呢，行政院长杜永泰带新阁员向国人报告 AI 行动内阁2.0，其中呢44岁总统府副秘书长张顺涵呢，确定成为有史以来上少年的行政院秘书长。伊受到前总统蔡英文、赖总统这个看重，历练真完整，将会负责。党院、府院，这个府院党团的筹组沟通，伊有建立是咧协调的重任。另外，本来这个行政院秘书长姜明宪是要接经济部，9月7号挂牌运动部，是有摕到2届奥运金牌李昂做部长。行政院长杜永泰鞠躬致辞，领军新内阁成员正式出场。第一位是我身边的龚秘书长。他刚刚陪我最后一次在行政院的院会里面主持。过去15个月来，我跟他说是我们朝夕相处，有时候是整个1个礼拜7天都会见面。那总统跟我在经常讨论到一些经济议题的时候，都会回头请教说我们的总体经济专家龚秘书长。头一位召集的就是前经济部长金明宪，安尼由原本这位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顺涵来做，将做史上上少年的政协秘书长。相隔17年，我再次回到行政院工作服务，从国安团队回到行政团队，岗位不一样，但都是战斗位置。总统府好像在高山上守碉堡，到行政院是每天在渡河抢滩，来回好几次。另外，卫福部长交由现任的健保署长赵忠良接任，继续推动健康台湾的政策。收到了很多好朋友的祝福跟关心，可以感受到的是，更多的期许。跟鞭策。担任体育署的署长这2年半以来，筹备运动部，我们体育运动人都非常的高兴，也很期待。9月7号特别挂牌运动部准部长李勇人无伫咧台湾，无来参加记者会。原体育署署长郑世忠接处长的会，原民会副主委是找有价值挥刀之争的争执棒选手丁继信。假日飞刀手，他以后没有假日。每天都要拉弓，回应社会期待，内阁改组，希望专心气象，让施政推动更加顺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